真心希望天下間所有人都可以刷到呢條片，因為關鍵時刻佢可能真係救到你一命。人哋唔順心嘅時候，一定要記住以下呢8句說話，就算你只係聽得入3句，都可以解開所有心結，令日子越過越順。9成人熬不過人生嘅低谷，唔係因為命唔好，而係未睇透呢8句說話。尤其係最後2句，你一定要聽到最尾。第一句，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。唔好成日同自己鬥氣，唔屬於你嘅機會搏命去爭，留唔住嘅人掏心掏肺去挽留，結果搞到自己殘晒。你要明白，聚散得失都係整定，就好似花開花謝咁，你攔唔住亦留唔低。放寬心啦，屬於你嘅遲早會嚟，唔屬於你嘅遲早會走。第二句，世間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你有冇發現好多煩惱都係自己想出嚟嘅？其實你越計較，煩惱就越纏住你。你心一寬，嗰啲濕碎嘅嘢根本唔算咩，日子自然就順啦。第三句，健康平安係最大嘅福。你有冇發現，尋日仲好地地嘅人，今日可能就唔喺度。錢冇咗可以再採，但身體一垮就乜都冇，無病無災，食得瞓得就已經係天大嘅幸運。唔好等到瞓喺病床上先至識得珍惜。第4句，好人品先至係一世嘅靠山。唔好成日諗住耍小聰明攞着數，更唔好為咗利益埋沒良心。人心善良，福氣先會嚟，良心喺度，路先至行得遠。人哋作惡，自有佢嘅惡報。你只管做好自己，老天唔會虧待任何一個老實本分嘅人。第5句，人生本是空，活好當下先至係真實。人喺呢一輩子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走。與其愁嗰啲未發生嘅事，不如好好享受今日呢餐飯，瞓返個好覺，珍惜眼前每一刻，呢啲先係真實嘅幸福。第6句，唔好同爛人爛事鬥氣。有啲人同事唔值得你嘥精神，越計較越痛苦，智者寡言，遇事唔爭，同爛人爭只會貶低自己，為小事嘈，純粹嘥時間。收返注意力，專注自己，先至係最有力嘅反擊。第7句，緣來唔拒，緣去唔留。感恩遇見，有人陪你行一段路，就應該心滿意足。有人傷害你，都唔好記恨，因為呢個世上冇無緣無故嘅相遇，亦冇無緣無故嘅傷害。所有相遇都係上天嘅安排，不論好壞，都係嚟教你成長嘅。第8句，要守住賺錢嘅能力。袋裏有錢，心裏先有底氣。自己識賺錢，先唔怕任何人離開你。尤其係女人，你要好似鳳凰咁，鳳凰唔怕樹枝斷，因為佢自己有翅膀，識飛。你都一樣，將賺錢嘅能力牢牢揸喺手，點都比靠人靠譜。最後，師父想話你知，呢一世就得一次，唔好成日同自己過唔去。記住，下半世人拼嘅唔係靠外界，而係你自己嘅本事同身體。靠嘅唔係人，係你賺錢嘅能力。最好嘅放生，唔係放過別人，而係放過你自己。唔好再轉牛角尖啦，先學識愛自己，將身體照顧好，將錢賺夠，剩低嘅交俾時間就得啦。願你往後無論遇到咩挫折，都可以笑住熬過去，活成自己最穩陣嘅靠山。